台北市内湖塞车的问题讲无解，就参台北市长郭文天嘛讲无救了。啊，要选市长的陈时中话讲换人来救，结果互副市长黄珊珊来警惕，讲这是城市规划问题，爱陈市长完成规划才来选市长。啊，那蒋万安是提出讲爱去连外道路，伊讲这内湖的交通当然是会当改善。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来到艋舺龙山寺拜拜，互现场的支持者包围。特别准备一份小礼物。接下全面万安的二话，蒋万安即摆来到陈市长进前，互真情人士闹场的艋舺龙山寺，两个人敢若要逼进去。原本就很早要安排再来拜会董事长，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延到今天。 参拜拼进去，不过选举是要比市政。民进党的陈市长讲，要改善台北人上困扰的内湖交通问题。董事长在选第一摆时候伊有讲啦，那真侪代志，一开始认为无可能，无要想讲安怎来解决，你永远就无可能会解决啦。 内湖的交通当然可以被改善，我们加速建制新的捷运路线。第二个，我们积极寻求连外道路的辟建。 内湖区的交通问题一直无法度解决，连现任市长郭文天拢讲内湖的交通无救啊，但市长敢有法度？这是应该是说都市计划的问题，请陈部长说换他做做看，他要用什么方式来。如果只是要再去询问其他的意见的话，可能等到询问完意见再来选市长。内湖交通谁来救？每一个阵营拢想出政策，要来抢攻市民的选票。 我是吴依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